世界万行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无明阿拓啊。观众朋友，美国阁发生使人甘苦心的代志，伫南德州一间国校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一个18岁的枪手攻击家己阿嬷了后，冲入去国校开枪，致死19个囡仔，2个大人死亡。这个案件是今年美国第298件伫公共场所无差别开枪的事件，第39件伫学校开枪的事件。观众朋友，今年到今才5月，发生共要300条公共场所无差别开枪的代志，这伫美国掠外进步国家是完全无法度想象。咱知影，美国乃是全世界头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州要脱离英国独立的时阵，人讲是人类历史上上大规模的社会试验。试验啥？人民家己做主人，管理家己。这个云端嘛，确保人民组织的政府袂去剥削家己的权利，包括武装家己的权利。嘛，因为安尼，枪击管制的问题伫美国到今吵袂煞。咱今仔日就掠这个囡仔人互枪杀的悲剧做章头来讲美国枪击这个大问题。小介现场来宾邀请在台美国人阿勇。大家好，主持人好，律师好。邀请台北律师公会人权委员会委员黄德英律师。主持人大家好。嘛邀请线顶台湾律师，嘛是美国纽约州的律师 Charlotte Lane。大家平安，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美国德州发生历史上上严重的校园枪击案，有一个18岁的枪手攻击家己阿嬷了后来犯案，致死21个人来死亡。到5月24号，美国今年已经发生212件大规模的枪击案。咱看到拜登总统讲，这个枪手18岁都有枪是错误的，伊讲全民应该来对抗枪击的游说团体，恢复攻击性武器的禁令吼，应该爱用迄款卡头武箱嘛有知识来处理枪击安全的问题。咱知影拜登总统会有这款的反应，是因为去年伫美国发生公共场所无差别开枪的代志吼，是61件，比2020年增加52%，这是2000年以来排第7。咱看到伫顶礼拜才发生伫南加州，咱台湾人的长老教会互开枪这个枪击案，这个中国认同的凶手是针对台湾认同来犯案。民进党的立委罗致政讲，虽望这款代志伫台湾无遐严重，总是嘛是有发生。伊希望伫刑法内底增加一个受犯罪的立法。这个问题，咱今仔日会来探讨。大先，咱先来看美国德州枪击案的报道。想要到家己的心肝宝贝会正做枪下亡魂，一个家长伫罗布小学的外口咧哭。警方表示，凶嫌是一名18岁查甫人，单独行动，作案进前开车到校园了后，将车停下。几啊间媒体甲官员拢表示，凶手伫弄伫小学开枪进前，先对伊的阿嬷开枪。The intruder is deceased. And we are not actively looking for another individual or any other suspects in this case. 罗布小学位伫圣安东尼奥以西大约137公里城镇乌瓦德。24早起11点32分，嫌犯炸一支底枪，一支半自动步枪，甲大量的枪支弄入校园。枪击个发生时阵，一位伫附近的边境巡逻警员冲入学校，将凶手弹死。美国总统拜登拄啊结束亚洲行，回国了后，随伫北京发表全国演说，佮下令降半旗致哀。I'd hoped when I became president I would not have to do this again. Another massacre, Uvalde, Texas, an elementary school. Beautiful, innocent, second, third, fourth graders. And how many scores of little children who witness what happened, see their friends die, as if they're on a battlefield, for God's sake. As a nation, we have to ask, when in God's name are we going to stand up to the gun lobby? When in God's name we do what we all know in our gut needs to be done? The idea that an 18-year-old kid can walk into a gun store and buy 2 assault weapons is just wrong. What in God's name do you need an assault weapon for except to kill someone?
呼吁进行枪支改革的拜登表示，是时阵啊，将这种听化作行动。这是美国今年第27件，也是最近上严重的校园枪击案。反对枪支管制法的强大游说团体全国保枪协会，将伫27这礼拜5伫德州举行年度会议。美国国会轄下监督机构政府分析署2020年一份报告发现，大约有2/3的校园枪击案发生伫高中校园，小学枪击案通常是意外发生。另外，联邦调查局23一份报告指出，2020年疫情以来，滥杀枪手的疯狂乱扫倍数增加。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观众朋友，咱先来看最近美国发生的枪击案吼。顶个月12号，伫纽约 Brooklyn 的地下铁有发生枪击案，拢总致死29个人来受伤。这个月14号，伫纽约嘛是水牛城这个超级市场有枪击案，致死10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其中11个人是非裔美国人。这个枪击案是针对非裔美国人的枪击案。过来就是伫顶礼拜，加州咱台湾的长老教会有受到中国认同的枪手来攻击，致死郑达志律师来死亡。过来就是美国时间上是昨昏伫德州有一个枪击案，致死21个人死亡，其中19个是国校的囡仔。咱即摆来看美国大规模枪击事件的统计吼，啥物叫做大规模的枪击事件？也就是较侪4个人死亡的枪击事件。咱看到对2014年开始统计，是一个增加的这个趋势吼，自2020年有611件，到2021年，也就是去年伫693件，今年到当5月已经是212件吼。请教阿勇。咱知影伫美国摕到枪支吼是真容易。我伫美国的时阵，我捌看到伫运动用品的店吼，看到一个爸爸带伊的囡仔，差不多12岁在试枪。另外嘛捌知影讲去银行开户吼，伊送一个礼物，就是一支枪安尼。照你的经验，伫美国摕到一支枪吼，是偌简单的代志。讲是介简单是无毋对，就是咱爱知影，就是这个枪伫咧美国是较特别啦，就是凡是别个所在，像遮台湾是想袂晓哩是安怎会安尼。我是讲，咱若要讨论这个题目，就是爱小可了解迄个背景，就是讲这个炸枪的这个权利是讲是宪法的权利啦。人民的自由。这是人民摕武器的自由，也是我有小可翻译个短啊，尔讲。这是咱宪法伊讲纪律良好的民兵为着自由国家安平所必要吼，人民所有甲带炸武器的权利无得通侵犯。所以这伫美国算是较平别个国家较例外的所在啦，就是咱有这个摕武器的自由来权利。所以讲遐简单去摕枪是无毋对啦。当然无共州、无共城市嘛有小可无共的规则，毋过就是嘛。较歹摕嘛，无遐歹摕啦。但是阿勇，你家己要伫美国买一支枪，差不多要开偌济时间，会当摕到一支枪？这是爱看所在啦。若较紧，就是连去买啊。若一般有足侪所在爱等，譬如讲2-3天，吼，因咧做一个背景的调查，看即个人敢捌犯什么罪，也是有什么迄个心情的问题安怎？你若完全无问题，安尼就会使哩啊。是。咱即摆请教线顶Charlotte Lane 律师，是，我敢会当叫你 Charlotte。Yeah, sure。因为你是住伫纽约，算讲是美国较东北边吼，伫即个较东北边。我住喺南加州。哦，你南加州哦，是歹势，是较自由的所在吼。咱知影较自由的所在对这个枪支的认识是无同，伫你所住的地区，遐的美国人对枪支管制的看法是安怎咧？其实头拄你讲的迄南加州啊，甲纽约，拢是咱咧讲迄蓝色的吼，就民主党在安怎讲要较即安怎讲，就是讲民主党会咧统治的一个州啦吼，伫即寡州内底，其实枪管制的法律是较严的，亲像加州应该是美国50个州内底
上严的一个矫情管制的一个州。我有熟悉的人吼，若要提去签，要买一个签，伊爱先去考试，敢若亲像开车同款，你爱先去考试，考试了后你才会当申请，申請了後伊會甲你做背景的檢查，然後你才會當去買簽。所以加州已經是上嚴，但是就親像主持人頭仔講的，頂禮拜南加州才有長老教會的搶劫的事件吼。我有足侪熟悉的人，我家己嘛是基督徒我就是長老教會出身的。即馬佫咧學校，我嘛是一個媽媽，有一個5歲囡仔。我看到即寡代志吼，就是講追夢佇咧德州，也是講其他的州，可能提前較容易。毋過因美國足大，伊開車對 Las Vegas， 伊嘛會當開車來加州，嘛會當講追夢加州管較嚴，但是管袂着在迄凶手呢。講伊要開車來加州，嘛是對阮會較驚啦。即馬因為已經進入到教會，進入到學校，所以我是感覺即馬華人吼有比以前啦，佫較煩惱。佇加州嘛袂當講足安心的，這是即馬的情形。咱繼續來請教Charlotte有一個問題吼，就是講教會是一個外口來開放的所在，咱知影要唱手要行入是真容易，而且迄個唱手佫加做即個警衛吼，所以互即個事件來發生。毋過，親像即擺佇德州吼是發生佇國校內底吼，國校應該有即個保安的人員也是講美國的國校嘛是甲台灣共款，你若真正要行入去是真容易的代志。你看學校嘛，看迄個你迄所在城市的迄安全的問題啦吼，有的城市就治安較好，有的城市就是因為足濟國校攏是開放的，就是講伊迄是無親像咱台灣的學校是有一個安怎講，無迄強吼，就是安尼，就是無搭起來啦，就是你著看到公園草地無就是你有看到一寡 fence 就是一寡安怎講圍籬啦。是，雖然是安尼，有誒管較嚴誒，伊有一個 gate， 就是一個門會關起來。你愛有人，譬如講，因為囡仔都足細漢誒，你一定愛家長來接，你才會當互伊帶走。所以老師若是講下課了後，伊會是帶到門骹口，一個對講，即個是你媽媽才互你帶走。在即款誒情形吼，我是感覺講伊迄個 fence。雖然有圍籬吼，伊若是要變過去，無人看去，要變過去，其實是足簡單的。是。Charlotte，你先等者，我來甲觀眾朋友解說者吼。咱知影，佇美國嘅即個每一個學區吼，伊嘅經費是安怎來？是對迄個區域內底嘅厝嘅稅金扣嘅。就是講較算講是內底較好呀嘅社區，伊嘅即個學校嘅經費就較濟，會當開佇學校嘅錢嘛較濟。可能嘛會使請即個保安的人員，咱來請教Charlotte，敢是安尼？也就是講，你敢會感覺講，佇較好野的所在，遐的學校較袂發生即款的搶劫的事件？阮是安尼想啦，毋過親像頂禮拜發生長老教會迄搶劫事件的 Irvine 吼，伊是一個真好野的城市，嘛是足好的學校的區，足儕老人、足儕華人會住喺遐。所以伊這實在毋知影。你頭拄仔講的學校的代志是事實，就是講較有錢的城市，因的學校會從較水，可能嘛有迄門啦，還是講有鎖啦、有圍籬啦，人嘛較夠。若是講較散車的所在，因為迄治安本來就無好，所以伊迄管制嘛可能會較靈啦。所以伊迄每一個城市無共款。是好，觀眾朋友，咱即擺來看吼，佇2021年，就是舊年，攏總發生61件佇公共的區域無差別的開槍的事件吼，比2020年佫較濟52%，是20多年來的記錄，攏總致死103個人死亡，140個人受傷吼，算講是2000年以來。上危險的一檔，就是佇舊年，咱來請教黃律師，
亲像美国这款的状况吼，会搁互美国枪击管制的这个声音搁较唱悬。不过咱知影，每一摆发生这的代志，拢会大家来讨论枪击管制的代志。不过一段时间了后，搁较无去，啊，就是因为安尼会引端美国拜登总统，咱看到 NBA 的勇士队的科尔教练吼，因今仔日拢讲实在是作亚线啊！啊，这款的状况袂输一个循环吼。律师，你敢怎看？就是这个循环敢有法度来结束？确实一直大概若出现较重大的事件吼，大概总统或者是因政治人物都会出来讲啊，咱要来管制咱的枪击。啊，你像即个拜登嘛讲了真严肃，伊讲毋好讲一讲，大概拢踮遮讲即个问题。所以伊嘛宣誓讲应该爱来管制，但是为什么大概拢无法度管制？都亲像拄则阿勇也所讲，伊踮咧美国的宪法内底，其实都已经甲即个人民摕即个武器的即个权。是当作宪法的基本的人权，所以这个观念是因为过去伊有一个历史背景啦。迄个拄则主持人有特别讲到讲，迄个美国一开始13州，因为英国脱离的时阵，因有发觉讲，你若互军事独裁，武器互集中，迄会变做一种独裁，所以伊才要讲我分散，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武器。会使保护家己，咱来分散，卖互嗰个军事来做独裁。所以迄个观念，为迄个时阵甲写入去，尾也写入去宪法内底，讲啊，咱的宪法在全世界，咱美国才有啊，就是讲你会使摕武器做一个基本人权。啊，即摆发生的是啥？伊迄个过往已经讲要对抗英国，要脱离即个殖民统治，啊，要搁家己有武器。保护家己，迄个观念甲即马现主时出现，拄则迄个主持人摕迄个数字，真恐怖呢。伊拢毋是咧保护家己，伊是去变做有的人，伊有啥状况，伊就去杀囡仔啊，或者是讲你发生讲做迄个像咧加州的即个咱之前基督长老教会。伊去杀是讲，因为伊认同中国，所以伊要去杀台湾人，或者是讲伊看到遐囡仔18岁的一个少年家，看到囡仔，其实遐囡仔甲伊无冤仇，但是伊迄可能家己有一寡问题，动机即马是讲 FBI 搁咧查啦，搁咧查讲动机，但是一定是无正常才会去安尼杀。因为为什么会使凊彩摕到枪支？其实美国正有想要管制，伊讲枪支可能也许即马管制咧宪法上伊也去动宪法，伊要去透过其他方式，包括讲校园内底。大学也好，高中也好，国中也好，因过去讲，因为定定拄着讲学生囡仔着早穿入来，黑白单，所以因着讲要去敲因的迄个卡棒，要去敲因的册包。但是这都发现宪法的问题哦，就是讲你大家拢无收锁票，拢无检察官法，那会使大家敲。有的学校就规定讲，你要来上课，你查牌啊，还是透明的，爱看到内底无物件，但是这治标无治本啊，就是讲一直拢会发生。像即届这个18岁这个少年家走入去国校内底，伊毋是国校的学生，就算伊要求内底所有学生拢爱查牌啊，拢爱透明的，嘛无法度防止讲像这个18岁甲走入去，这嘛无防袂了。所以律师，你稍等者，互我甲观众朋友来讲者，讲到这个美国宪法的第2修正案吼，伊事实上的2个部分，第1个部分是为着要有健全的民兵吼，维持各州的自由，这是第1个部分。第2个部分，伊讲人民武装的权利是不可侵犯吼。不过咱即马来问阿勇，拄则律师所讲的这个甲宪法有关系，嘛是自由的这个关系吼。啊，在阿勇你来看。若是讲美国为着要保全家己的自由，要保全这个民主，无去互伊变做一个暴政，人民需要有武装家己的权利。不过美国即马都已经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伊嘛有一个真完整的体制。安尼敢是对家己的体制无够有信心？因为看起来美国应该是完全无可能够变做一个暴政，因为人民都是政府，敢毋是？我头前要讲的，就是头拄仔讲迄个第四修正法啦。你讲的我嘛讲的，就是民兵这个意思啊。大家观众朋友应该知影吼，民兵伫美国嘅定义，就是所有的查甫的18岁到45岁，这就是民兵的意思。所以我伫美国嘛算是民兵之一。所以这是所有的查甫人吼。哎，你要介少年哦，较少40岁。嘿咧，这我感觉伫美国逐摆咧讨论这管制枪的这项代志啦，真反正人真歹了解啦。美国嘅枪平人较侪，你要安怎管制？不管你安怎做，就是你要安怎管制啊？政府也无法度啊。
啊，猫咪人嘛无法度，猫咪州嘛无法度，猫咪城市的政府嘛无法度，国家政府嘛是无法度啊。要安怎管制啊，就是无法度啊。啊，若讲穿，你像黄律师拄仔讲的，就是穿即马大家拢摕咧安尼乌白单的，其实迄嘛无影啦。用穿伫适合的所在嘛真济，咱就是无看到迄条新闻尔。譬如讲有人撞入去恁厝。你甲弹落，安尼叫做 clean shot， 安尼嘛是有真多例。所以讲对我来讲，这是美国较大的问题是，犯罪的问题啦，还是美国嘅社会小可乱。啊，这个问题要安怎解决是另外一回事，甲性其实反正是无关系啊。是。好，咱即马线顶的 Charlotte 来甲你请教吼。因为咱知影美国的枪击的问题，甲伊的立国的精神有关系。不过你做一个移民人吼，对你来讲，你就无即个历史。你安怎看美国？因为即个立国的精神，甲伊的宪法的精神，坚持即个枪击的自由。你安怎看？做一个移民人？这就是头拄仔黄律师交阿勇讲的吼，这就是两种看法啦。我会当理解啦，讲因为你这民主宪法的传统，所以你要有一个这个情，你会当保护家己，你会当保护家己，免互政府来压迫。但是因为看到即寡社会的事件，咱华人、台湾人，也是讲做妈妈有家庭的无咧提倡的人，看到当然会惊。但是我嘛有听过台湾人，我熟悉台湾的朋友，住喺别个州的阮有时咧开讲，大家有讲到讲枪的代志，伊会讲因住喺较远譬如讲中西部，还是讲南部一寡较远的州，因住的所在讲十几公里拢看无人，敢若一两个厝伫咧遐，伊若是拄着歹人，伊无迄个枪，伊嘛感觉安尼无安全，所以。嘛，确实有阿勇讲的迄种台湾人有伫别个州，伊会去申请，会去申请去买枪，搁去请迄个牌啦，就是讲你要有枪，要有一个牌，有登记啦，这是合法的嘛。嘛是我有熟悉台湾人伫别个州会去买枪，所以要安怎讲？你问我实在是会惊啦。所以其实阮是对这个无关系，但是有住真久的伫别个州的台湾人。实在是会去买枪，这是我了解的情形。较惯系美国文化的台湾人嘛是会去买枪，对。而且若是住在有的所在是有需要的，人讲吼，亲像顶礼拜迄个凶手伊对拉斯维加斯来，伊讲为虾米伊选伫加州？加州有枪的人较少，加州的法律迄死刑嘛较无得用所以伊在遐而且嘛，因为迄个长老教会台湾人南加州是上多，迄有一个特别的目标啦。毋过伊讲若是你伫拉斯维加斯凊彩想要提枪，你嘛会拄着别人甲你安怎讲？甲你防卫，伊嘛可能会甲你枪会甲你抢杀，所以伊嘛有危险啦。所以伊就走到加州来。你若去德州，听讲大家人拢有枪，有个人讲有8支、10支。我嘛是听过安尼，所以我实在是毋知影讲这文化的差别伫每一个州嘛无共。我毋知阿勇是倒一个州，但是我听的是拢每一个州拢就无共的，红州、南州拢就无共。人嘛是会看世面咱即马来看美国枪击管制立法的这个历史这是对1990年代统计到呾，有人认为讲应该搁较严格，有人认为应该维持现状，有人。认为应该搁较灵啦，咱看到上下骹这条线是认为讲应该搁较灵的，差不多拢维持伫10%左右。搁来看上面顶这个应该搁较严格，甲中维持现状这两条线真显然是一个相对的关系，一条降低，一条就增加这个伫差不多。2011年、2012年的时阵有一个关键，咱稍等下再来讲。不过阿勇，若是你个人来讲，这3个选项，你感觉应该比即马搁较严格维持现状，还是讲搁较灵的？无啦，这毋是阿勇家去看的啦，这
这是美国人爱做伙决定啊。啊，目前来看，就是有这条宪法，吼，就是有清的权利啊，迄无毋对。啊，若是要改，迄是全美国的人拢爱去决定，毋是我阿勇来讲啊。啊，那我个人哦，因为当然，我个人通讲有两边啦，因为我知影这款咱今仔日在讨论这款咧，美国通讲是有伤济是无毋对，是，吼。啊，毋过对我来讲，我头拄讲的，我看这凡说是有社会无共款、无共的所在的原因啦，譬如讲散车人啊，譬如讲等等，足侪无共款的问题啦。毋那是枪呀，枪是迄个执行凶手要做的。啊，毋过伊若无迄个枪，伊也有法度啊，伊也有刀，伊也有啥物货啊。所以这爱为社会较基层的去解决。毋过枪甲刀上大的争差，就是你若是有半自动的武器，伊一时啊就会致使足侪人死亡。啊，你若是刀一概一个。啦，当然是较简单是无毋对。啊，毋过你若去看别个国家，因都无枪，因嘛有刀，因嘛有即款大杀人案，啊嘛是用刀做的。所以拢有啊，就是咱爱解决的是社会基层的问题，毋是有枪。我看是安尼。哦，好，观众朋友，咱接来看这个统计吼，关键就是伫差不多2011年、2012年的时阵，2011年伫一个叫做 Sandy Hook 的学校嘛，共款嘛是国校发生枪击事件，20外个学生来死亡。2012年的时阵，发生一个国会议员，伊甲伊的支持群众伫面会的时阵发生枪击案吼，迄个国会议员嘛受伤。因为这个关系，咱看到是差不多这个时间点，认为应该更较严格的人会开始咧增加。毋过差不多到2021遮吼，佫开始咧降哦。即马根据国外媒体的统计吼，全美国感觉应该佫较严格来管制枪击的人，差不多是52%左右吼。线顶的 Charlotte， 若是在你看，你是较属伫这3条线，应该佫较严格维持现状，还是讲佫较零？我是感觉爱管制啦，吼，这因为虽然是宪法顶头的权利，就是亲像咱有真侪自由啊、平等权啊，你的自由嘛，袂当讲会当危害，还是讲侵犯到别人的自由，所以我是较会选择讲会较严。譬如讲吼，头拄阿勇讲的是对，亲像迄个冤仇的 crime 吼，犯罪，还是讲你即寡青少年，毋知是因为拍 game 还是安怎有心理的一寡状况，即寡是伊会当无犯得用刀用枪用无共款的物件，伊会犯罪。但是因为枪，伊的即个安怎讲，伊枪的关系吼，伊半自动、迄自动的迄缘故，逐摆若是有损害、有一寡受伤，都是真侪人大规模的这吼实在看起来，我是感觉你若要亲像加州，你就一个亲像要考开车，你要考一个 license， 你要考一个驾照嘛。你若要摕枪，你嘛要摕一个 license， 安尼会当第一个吼，爱确定讲你会当用。因为我听足侪台湾人讲过，讲其实吼，你真正摕到迄个枪，你一时啊，佫毋知要安怎用。有时啊吼，迄用无好，亲像迄个之前哈利坞有一个这个 Alec Baldwin， 伊咧拍戏的现场，伊就是摕假一个枪支安尼走火伊就是互人伊就一个死亡，有一个人就死去死亡。第一个是讲你会晓用安全枪，第二个我是感觉心理的健康状况、犯罪记录，还是讲啥物情况，这会当调查。对我来讲，这是管制是较好。我知影在美国安尼足困难，因为我知影上新旧年吼，在 New York 有一个案件，一个 case 吼，就是咱上关法院、最高法院 Supreme Court， 伊是要在审查讲 New York 无爱互人吼。甲迄枪吼，该稳藏起来，就是讲你袂当插。你若是去公共的所在，你袂当甲你的
藏起。啊，这个法律因为就是伊讲会较严吼，所以上悬法院的大法官较保守派，讲要甲这个法律吼，可能伤严，已经侵犯到迄宪法的自由，讲要甲迄这个纽约的这个法律吼，讲是违宪。我听着我就想讲，安尼已经，我是感觉足惊啦，我是感觉讲宪法的权利是爱保护嘛，是爱维持，但是要安怎管制吼，互伊较健全吼，我是感觉会当思考，可能嘛是咱台湾人的心态啦。是，嘿，我是安尼想。拄则小了讲到济管制的这个手路吼，咱即摆来看美国管制的手路有啥？头一个是禁止卖穿互较少12岁的人，若是长穿袂使卖互较济。较少18岁的人，另外就是伫部分的州吼，你使用穿就爱有执照。过来有一寡州私人中间吼，袂当来做买卖，必须爱经过共款有执照的经销商才会当来买卖。第四个是特定的证件吼，纳入国家枪击法来管理，比如讲攻击性半自动迄款的武器。过来吼，有个人会当上网来买枪，不过需要为共款有执照的经销商来摕。过来是48州内底有允准讲，你甲枪炸去这个公共的场合吼，不过你爱甲暗藏起来。咱来请教黄律师吼，亲像即款的状况吼，咱知影虽然有管制，不过咱看到伊主要讲禁止买卖吼爱为有执照的经销商来提货，这样的方式拢是管制这个流通。事实上，对总量的管制，咱无看到伊的这个手路，敢毋是？应该安尼讲吼，就是伊每一州的做法拢有无共款。拄则咱迄个美国林律师嘛有讲到嘛，讲有的州伊大的所在较空旷，迄个你可能行足久则。莫讲拄着警察，拄着边仔的这个厝边，嘛爱行足久。所以踮咧迄个所在，你变做讲，咱台湾的习惯是讲出代志吼，敲电话叫警察，警察随就来啊，迄2米就够啊。但是踮咧迄个所在，你若是发生较重大的刑案，你要叫谁来？警察到可能未代志已经发生煞，警察阁未到。所以迄个所在伊有保护家己。美国法律吼，其实有一个叫做家宅权啦。这家宅权就是讲，你若走入来阮兜。我会使甲你枪杀，无法律责任。有一寡州是即种观念，台湾无法度思考呢。台湾是你若贼头走去恁兜，你甲拍甲死，你一定会有刑事责任，无家宅权，咱无迄个家宅权。但美国的迄个文化，甲咱无共款，所以伊会使互因遮的即个住民会使有枪。即每一州的无共款，有的州像拄则林律师讲着讲加州管较严，管较严，你看就即个迄个。南加州咧，即个基督教会发生即个事件，伊拄仔讲我嘛感觉足真惊吓呢，就是讲原来一个凶手要去杀人进前，我也是想看加州虽然讲过去曾经废除死刑，后来佫恢复死刑，但是伊的州长敢若2019年就宣布讲我用命令无要执行死刑，所以伊可能看到讲踮咧加州我就算杀死人，我袂死刑。第二项是啥？加州的人要提枪无容易啊。因为伊考试较严格，我踮咧那个拉斯维加斯，我连面摕着枪啊！我去一个所在，枪较少的所在，我去犯案。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每一州虽然伊的管制会无共款，但是嘛会互人走这个浪旁，每一州会浪旁。但是那从基本你要讲美国你有联邦政府要像拜登讲要全部拢一致的做法，你要去改宪法。因为伊有即个权互人，你有的州会较严，你要提枪较严；有的州较灵，因为伊拄仔讲了，有的州你遮尔远才一号，我要保护家己，我厝爱囥枪啊。所以每一个所在无共，你要统一一个做法。美国为什么讲遮尔久？你看即个统计数字，遮尔久，大家拢咧做民调，每一届做发生事故拢做民调。从基本拢无法度做改变，因为宪法互人即个权，每一州无共款的做法，所以可能后一届佫发生，如果佫不幸佫发生代志，大家嘛佫爱讨论讲要安怎落去做管制。你像总量的管制是讲你要卖枪，爱有枪的迄个应该算是即个经销商的迄个执照。你要买枪的人，你嘛爱有执照。
啊，有的所在就灵的嘛，就是你要买穿，你的这条是你可能登记一个，伊就互你啊。迄有的州是较简单，有的州就是爱考牌。啊，这个每一州的做法无共款，你若讲要你台湾无法度落去做这种的思考，是讲台湾的想法就是咱拢无穿，所有人拢无穿，但是有人像有穿，警察无得乌道。所以这问题嘛是共款嘛，就是讲共款会有穿，只是讲咱的风险较无遐悬。美国风险是每一个人拢有可能有这个风险，刑事风险之类。是啊，阿勇，律师拄则讲到一个问题，伫台湾吼，咱是警察甲乌道有穿，警察会牙穿。就是乌道若是穿牙出来，警察穿嘛会牙出来。毋过伫美国，咱有讲到讲，即个大家需要自卫因为即个自卫有穿，事实上，咱看伫大规模的即个枪击案内底吼，真正讲面对枪手，甲枪摕出来保护家己的例实在是真少。伫美国的即个角度来看，即个自卫即款的讲法，敢有法度？什么方法可以搁较接发生提枪出来自卫？其实我毋知有真少，无即个统计我毋捌看啦。凡是阮的迄个美国遐律师知影即个统计，毋过我毋知。照我的理解，有上无有当时啦，就是会提出来，会甲迄个买台人也是啥物款的情形，会甲掂落来，就是无发生的款。是若要较接安尼，当然就是爱看牙枪的教育，吼摕要安怎摕，要安怎弹，要安怎较用较安全，等拢爱啦。像我捌伫美国嘛有经过即款枪的课程啊。是。嘿啊，真正常。毋过有的州是无，若较无严格，就无一定爱啊。敢毋当较幼路来讲一寡即个训练的课程，差不多开偌济时间？无啊，我短啊尔，我是一工尔，我无迄个正级的，因有足侪级的啊。我都是上基本的尔，都是一工尔，就去因教你迄安那就是所有基本需要的知识啦吼，像安那举，安那用迄个 safety 啊，安那弹正确的物件啊，阮拢有足侪基本的概念。譬如讲，你若枪甲压出来，甲压起来枪。对啥物物件，你就是一定爱有迄个志愿，甲迄个物件甲抬死啊！是。无你就卖迄个迄个方向去啊。譬如讲，就你安尼就袂使，一定爱安尼，无就安尼啊。是。所以足侪基本的知识就其实是真简单，因为枪也无偌复杂啊。是。毋过爱有迄个教育啊。是。线顶烧咧，拄则阿勇所讲的代志吼，咱知影美国即摆一直有即个。管制枪击的立法的需求咱知影众议院已经通过一个你拄则所讲的这个管制，就是心理有问题的人，这个人要买枪进前吼，可能需要经过这个评估，才会当摕到迄个可能是亲像即照的这个物件。这个法案众议院已经通过啊，毋过伫参议院也放伫遐无要表决。就你的了解吼，伫美国这枪击管制者的这个立法吼，最后拢是因为什么因端来停落来？我个人的感觉啦，因为美国这几年尤其是疫情了后其实大家虽然讲旧年大家拢lockdown吼，拢关起来，旧年的迄事件嘛无较少，而且像啥物提囡仔啦，还是讲。同性恋啦，还是讲就是足侪的法律吼，每一个美国拢是一半一半，所以提倡这个吼，因为交选举有关系。亲像今年的11月，美国就要集中选举因为大主持人讲，迄民调就是52%，而且有的时阵吼，迄维持现状的，就是会较悬嘛，所以大家就是变做讲，伊的迄 tendency， 伊的甘愿讲卖改，因为改了我可能会落票，改了我可能会输吼。是。譬如讲加州、纽约，伊这是南州，毋过红州嘛，红州就是较保护提倡的权利的。有一寡是摇摆州，摇摆州伊就可能袂当改伊就袂去改这个法律。而且我头先佫讲到法院法院即马嘛是保守派，上关法院即马保守派是6比3，6票是保守的。所以，这个拢是去影响着讲，
联邦 federal 吼，要安怎管这枪，这是一个 level 一个战术啦。啊，每一个州哦，加州足严的，我就头拄仔讲，啊联邦嘛是嘛无管制，啊别个州嘛是当倒来，啊开车就来啊。所以其实我是感觉，我是毋知要安怎啦。我是因为真侪妈妈今仔日因为发生这个事件，阮大家有咧换迄 line， 啊，就感觉足担心的。我阁想讲哦，我即摆会当。甲我的囡仔送去公立学校无？因为今年即摆才5月，已经第30件，拢是伫幼稚园、小学、中学，就是细汉囡仔的。啊，你头仔讲2/3是高中，嘛是有2/3是较细汉的啊。我听起来做一个妈妈，我是感觉足惊的啦。是啊，就你的了解，对这个枪击的态度的侦查，敢是甲政党的侦查拄好？顶打，照你所讲的，就是共和党可能较。我的感觉是安尼。哦，是好黄律师，咱来讲到这个枪击的问题吼，事实上，咱知影有一个叫做墨菲定律的物件吼，就是讲，伊就是讲，所有可能发生的代志，一定会发生。也就是讲，若是厝内有枪，还是讲手头有枪，伊最后一定会发射，敢毋是？若是安尼。应该安尼讲吼，其实伊无我安尼一寡案例都阿勇讲的，就讲枪其实是一个，你会使摕来做正当的代志，你有可能摕去做歹代志。咱即摆看到新闻，拢是摕去做歹代志。对，真侪做正当代志的，可能无上新闻。譬如讲，如果有人要去抢劫，伊可能讲我有枪，迄个人可能就己走啊，就知影讲这袂当袂卡袂，我要去恁兜甲你做贼偷。伊就门口，甚至有诶所在是打讲，阮内底有枪，袂使入来我诶田园，袂使来我诶厝地。所以有诶所在，伊为虾米会枪诶？为虾米民调吼看起来拢无一定讲啊？大家拢讲爱管制。大概事件发生吼，当然多数像即个林律师，伊是做一妈妈，烦恼嘛。我囡仔去学校上课会拄到即种危险无？但是为虾米伊诶民调维持现状诶，一定拢一定诶比例，是因为侪有需要讲我咧迄个算恐怖平衡，就是讲我踮咧厝诶，有人要来做阮兜做歹代志，我嘛知影因厝诶可能即个枪击袂较疏离啊，即个功能袂较疏离啊，所以人会烦恼。所以美国为虾米有一寡所在？虽然讲足空旷，拢大家烦恼讲迄所在敢会去用抢劫等等，真侪重大的事件会发生。但是为虾米有的所在就是袂发生？因为即种伊会烦恼嘛，要做歹代志的人会烦恼，讲我入去内底拄着共款，有人嘛有枪，甚至人的枪法比你较准，嘛有即种可能性。所以我应该讲是讲美国会长期讨论即个问题，都是因为讲。有正当咧使用的，有伊的即个文化咧使用的，伊咧保护家己的厝内的人咧，即个价值咧。当然嘛有一寡，咱一直咧讨论讲，即个极端的案例去长老教会共开枪等等的即个问题，这就是另外一种的。所以美国，我认为讲，莫讲美国总统拜登足痛苦，每一州要做决定的即个议员嘛足痛苦的。你要用较严，你像加州你用较严，拉斯维加斯举枪来遮断咱的。即个大桥，断第一输就断死啊！为什么？因为咱这边较暗，伊就想讲，我遮较好摕到枪，遐无容易摕到嘛。所以你若无全国统一的做法，就会即种现象出现。但是全国要统一做法，拜登敢做会到？因为宪法内底互人会看，你做一道命令来讲，如果做一个法律，每一州拢应该安怎？每一州大家抗议啊！拄则即个林律师有讲到，即种争议。如果州不管中央的这个法律过，伊有可能拍过因的大法官呢？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就去做说明讲，你这个联邦的法律安尼定有违反宪法无？因为每一邦有每一关的主法，每一邦有每一款武力。你看，阮拄则讲到宪法，美国宪法第2条，征收法第2条，伊内底是互每一个有民兵的组织，每一个人有家己的武力，这个保护这个权益。所以你若讲要用这种方式，叫全国的。一致的法律，落去压切讲你这个枪爱减，伊嘛面对着法律上的挑战，所以这是美国特有的文化，这甲台湾的思考真正是差非常大啦。是阿勇，黄律师拄则所讲的，就是效益甲风险的问题，就是提前去做好代志，这是伊个效益。哦，不过咱看到即摆枪击案有囡仔死去，这是伊个风险。对美国人来讲，这个效益甲风险敢是拄好平衡？为着即款的效益，甘愿来承受有囡仔死亡的这个风险？因为大家发生囡仔人死亡的时阵，大家拢会感觉足严重的，14个20外个，可能10岁囡仔无去。
逐摆大家拢感觉这无法度忍受，毋过最后甲伊效益平衡起来，最后就是一直都无啥物足大的改变，是敢是安尼？这我看吼，这两个是袂当做一个平衡啦。这有人安尼互刣杀，这就是上比上的啦，这就无可比啊，无法度啦。啊，讲到我拄仔讲几解啦，就是讲到穿参这款的问题，凡说是爱讲两个问题，毋是干那咧讲穿尔。是。嘿，啊，若讲穿，我感觉黄律师拄仔讲到一个，互我想到美国有一个算是一款俗语啦，有两个我想到，就是针对穿啦。头一个就是安怎翻译啊？举枪若是违法，敢若犯罪的人会去举。哦。安尼了解无？是。就是你若互伊禁止，安尼敢若有犯罪的人愿意去摕啊，真正会学到啊。是。哦，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就是枪是大平等。哦，不管你是啥物款的人，你是查某的，你是细只的一个查某人，啊，你举枪嘛是举枪啊，参我会使拄啊。是。哦，所以这是美国对枪的文化。啊，我看看这不管是迄个教堂，还是学校，还是倒位，这款问题，凡说是无共的物件啦，无共，就是拢有兼着这个枪的问题，所以咱今日咧讨论枪尔。啊，美国嘛是有讲是共款啦，就是咧讨论枪尔，无要讨论。阿勇，你的意思是讲讨论枪掠外，应该就要考虑到社会上改革经济的问题。是安怎？咱的社会是安尼，因为安尼是有病啦，安尼就是咱的社会是有病，这是事实。是。小丽，你感觉阿勇所讲的，若是讲咱来要义阶级啊、经济平等这的问题，可能会当解决，地区去解决。枪击的问题，你安怎看？我是同意啦，但是讲吼，就是我是感觉两项拢爱做啦，就是因为可能我是对台湾来，所以文化较无共，所以我会想讲，若是住喺有诶州啊，你讲所在较宽啊，因为你有一个需要啊，你嘛会当摕到即个牌啊，你去用啊，保护家己，还是讲你有一个职业，还是讲你的工课，还是啥物款的需要。你要去申请，安尼拢无问题。啊，头拄阿勇讲的，这是犯罪的问题，就是讲，亲像咱咧日本、在台湾，嘛是有一个啥物连环杀人，嘛是有即个大规模的杀人的事件。啊，亲像即款的代志，就是因为讲，咱社会有一个安全网无，讲咱社会对即寡心理有状况的人，有够关心无？有可以有够的资源无？啊，这拢是咱爱做的。啊，毋过。因为无可能做甲完美嘛，无可能做甲拢条拢足好诶。啊，枪吼，我是感觉讲有时啊，伊会增加讲，咱若是有发生问题诶时阵，迄问题较大吼。是。我有一工听到阮熟悉一个台湾人在北州毋知德州还是倒一个 Florida 我袂记啊。伊讲吼，嘛是有发生迄款代志讲。两个兄弟啊，Christmas 在冤家吼，后来迄个兄弟啊，我毋知是阿兄枪杀小弟还是小弟枪杀阿兄，就是讲两个在冤家，因为你边仔有危险的所在，伊你若是一拍落去吼，伊就拍较歹救，你讲有刀嘛是会当讲抬无毋对，有时就是你若是要抬甲讲声就死去吼，这有时爱。讲爱杀手才有一寡迄个 skill 啦，就是讲你才抬会死，有诶你若敢若受伤尔。即摆若是去敢若 shooting 即种枪杀就是讲足简单诶，伊就会当枪杀足侪人。头拄大家跟你讲诶，我就会烦恼一个问题吼，就是讲即摆变做讲大人，咱大家吼有枪诶拢会当保护，因为我听阿勇讲诶，迄是事实。是讲，譬如讲伫德州、伫别个州，伊会想讲我唔通干那冤家吼，我干那车祸吼弄着，伊有枪，我嘛有枪，所以吼，咱 negotiation， 咱咧讲话的时阵大家吼爱较和平的吼，无较等毋知发生啥物代志，这是事实。但是就变做讲，咱无枪的人、无枪的囡仔、无枪的老人，就变做讲，伊会去找即寡人，就变做讲即寡人变受害者，安尼嘛是，阮嘛是会惊，所以就变做讲，伊讲的是有道理。但是事实嘛是有问题会存在啊，所以这是我的问题啦。是，
Charlotte 大的所在，南加州吼，顶礼拜就发生美国的咱台湾长老教会去互发生枪击案的代志。另外，伫水牛城发生的是白人针对非裔美国人所犯下的枪击案吼，伊的原因是伊感觉美国的白人渐渐去互来伊讲优势的人种来取代啦，伊才去犯案，这咱叫做受训的犯罪，也是讲动机型的犯罪。这就是针对讲无共的种族、无共的性别、年岁，也是讲政治立场吼，来进行攻击、侮辱，也是讲谋杀这的罪行。咱看到罗志正委员讲吼，伊想要伫咱台湾推萨讲伫刑法内底来加这个受训罪，因为伊感觉。这个代志伫台湾嘛是有发生，虽讲无遐尼严重。咱知影亲像前文化部长郑丽君去互破邮差，去互扇喙皮这个代志吼，咱来请教黄律师。确实台湾拄则迄个主持人讲着，讲嘛有一寡事件啦，包括进前迄个中国好声音要去来台办活动，学生囡仔甲反对，就有即个上乌道的人、野军啊、铁啊，就去讲学生啊，学生拍甲老伙老弟，嘛包括讲迄是政治意识的无共哦，就是讲台湾囡仔台学生认同，感觉讲中国的活动要来遮办，就去互遮所谓的可能是统派的即相关的乌衣人。大家拍甲安尼。不过我想要问的就是，准做无受训罪，这款的代志用伤害罪嘛是当处理，敢是？咧美国的观念是讲，如果是受训型的犯罪吼，伊有加重伊的刑期啊。我像加州，我知影讲，林律师嘛咧线顶，加州有一寡，你若是因为受训来做即个行为，伊会加重伊的刑事责任，就是讲判刑会判较济。是所以伊有一寡是。迄个法律上面去做即个犯，但是美国的受训犯罪吼，其实佫有真大的一个迄个差别，就是讲我了解是讲，因为有一寡州伊可能较无即个观念，讲这受训犯罪，所以要真济国会的议员要去讲，即个所在要定是毋是受训犯罪，是因为安尼才会使互联邦的即个执法做管辖。就是讲，这个犯罪伊可能是受犯罪，但是这个州吼，伊可能当作一般刑事案件来处理。但是联邦政府感觉讲，这都是甲族群有关系啊，甲这个你什么性别有关系啊，这真大的犯罪，所以伊的联邦政府就会落。这个问题台湾无啦，因为咱台湾的所有的司法体系吼，共一个尔，所以台湾是无这个问题。台湾即摆是讲，是毋是伊的刑期会较重一点？包括讲，咱拄则记到咧，这个香港的一个艺人何韵诗来台湾参加一回游行，一个人甲破红擦，红擦破煞了，你嘛知影讲，伊其实后壁动机可能是来自迄个中国对着香港的民主运动不满，走来台湾做这个行为，伊的刑度非常低呐，迄个应该算是迄个算侮辱判了，拢没入去关。包括香港的一间餐厅叫做保护伞的这个餐厅，嘛去互人甲破一寡垃圾的物件啦，破擦啦，这个台湾的刑事顶管拢无同。这个责任拢无同，所以你若讲这是当作个受训，就是讲，因为你是香港人，台湾踮咧遮统派的人，而且是乌衣人，走去对着香港人做这个算是无共款的所在来做这个攻击行为、暴力行为，是毋是要加重伊的责任？包括拄啊讲到这个中国好声音，台学生囡仔去用拍，一般刑事当然伤害嘛有嘛，但是你要加重伊的刑期无？如果你有受训犯罪，会使加重，当然这种行为用加。你两个人咧起冤家，我甲你拍，这是一般伤害。我是因为你的认同无共款，我叫人来甲你拍，规定人甲你拍，因为你的认同无共款，这毋是我甲你之间无好的问题，是意识上无共，认同上无共，这是毋是一种受训？伊的暴力行为是毋是要加重伊的刑事处罚？这是台湾即马法务部甲立法委员共同咧讨论的。不过，咱知影伫美国的这个法律制度内底，你若是要用受训罪去甲人起诉，这个辩护的律师就要证明讲，伊的这个动机，伊就要提出种种的证据，讲证明哦，这真正伊的动机是这个受训。确实，伊应该是讲对检察官还是讲 FBI 来讲吼，伊若咧讲要搁去做这修正，讲伊这是毋是受训犯罪？你是安那要做这个行为？像拄则记的这个例，当然这是新闻所报的，讲这个白人去这个水牛城，因为感觉讲啊，我会这白人去优势领众做出代，这都是一种
即个无共款族群诶意识上的无共款，因个爱说服陪审团。当然当然。伫台湾都毋是安尼，所以增加即个罪名，伊敢会真做讲，就是讲无需要去证明我用这甲你起诉。说服检察官就会使，应该是讲检察官爱去说服法官啦。如果检察官我今仔甲你起诉，其实共款是讲我虽然台湾陪审团即马大要杀什么国民法官，但是像这种案件，伊若讲检察官要甲你起诉，讲未来假设有受份犯罪，你的暴力行为是因为无共款的认同，或者是无共款的这种族群来做这个暴力犯罪。检察官咧修正的过程当中，当然嘛爱先掌握讲你是安那要做这个犯罪，犯罪动机是啥？为什么你去拍？这其实嘛袂歹问是讲，今仔我若甲你借钱，你不爱害我甲你拍，这绝对毋是嘛。但是我今仔看到你是因为你甲我无共款国家啊，你的认同甲我无共款啊，我甲你拍。如果是这种情形，大概这个方向就有啊。所以爱看这个动机的这个掌握，当然对检察官来讲，未来假设有这个犯罪，伊就爱去收集啊，收集讲这。多一寡形态，拄则讲的几啊个例，包括讲香港的这个餐厅、香港的艺人，包括。